好，真多谢圣歌队。只是咱来看圣经，圣经伫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9节。新约本大汉本新约圣经的第57页，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9节。咱三角来看，我来读。耶稣伫伯大尼太哥西门的厝坐倒的时，有妇人人带玉盘内面堆极贵气的真的哪达香油，敲破玉盘，摒伫耶稣的头壳。有几啊人生气，三甲讲：安尼破坏即个香油有甚物路用？因为即个香油话袂得斤仔300外的来互送香人，就毋愿意。若是耶稣讲，出在伊，恁啥事刁难伊？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第7节，因为常常有送香的人甲伊伫地，爱好款待伊，不管时拢话。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即个妇人人是尽伊所话的来做。伊大声将由我的身躯来备办埋葬。我实在甲恁讲，普天的无论甚物所在传福音，也要讲起即个妇人人所行来纪念伊。以上，咱将下面的时间交予张牧师。今仔日的题目是极水的事。咱三甲来祈祷。特别，阮感谢你，今日会使伫遮来组织阮伫礼拜中，阮也要举行阮新任的中职以及同工的就任式。愿你的神甲阮三甲伫地，透过这段圣经阮也知，阮服侍的动机是为着阮要来听你。祝阮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开启阮的目睭，阮的心，互阮搁再一遍立志，用好的事来相款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有一个退休的。不好意思，帮我放一下 PPT。有一个退休的牧师因为伊的教会新聘任一个女的牧师，一直感觉安尼足郁卒的，安尼足安尼无袂快乐安尼吼。伊讲对这个新任的女的牧师无满意的所在毋是伊的即个神学的问题嘛毋是伊对待人的问题，伊的郁卒甲钓鱼有关系因为过去离开迄个牧师是查甫的，会甲即个长老三甲去钓鱼即阵呢教会当请一个女的牧师，伊毋知影要安怎钓鱼无即个女牧师毋知参像顶届共款，甲即个长老安尼小少去钓鱼为着避免会友讲伊对即个新来的即个女牧师反对伊，是因为性别的关系，所以伊想来想去嘛是安那，好啦，无来甲邀请，来邀请看，若招伊去钓鱼伊毋知肯无哇！即个女牧师有答应无？有2个约定的时间到即个女牧师就照着即个时间就出现伫即个溪边即个长老有一只船伊就甲即个船驶到即个湖的中央到即个到了无偌久，开始咧准备即个要钓鱼的工具的时阵哇，无想到即个天气拄出现大变化即个。日头去日头怎去互迄云炸咧？变作冷的啦变作冷的，即个温度就降落来。即个女牧师感觉足冷的，伊就讲无来即个回到岸上去我的车顶摕即个外套安尼即个长老是讲即个实在足扫兴的当时在甲即个湖中央尔你就讲要叫我外头搁去湖，搁去迄个湖边安尼打要外头的时阵，即个女牧师骹就踏出去即个船的外面，开始伫水面顶行去到湖边，摕伊的外套，搁行转来
拉亲像耶稣行伫水面共款。啊，即个长老呢，就看到即个女牧师安尼行到溪边摕衫，啊，搁行转来，然后转来到伊的船顶，伊在咧一直摇头。啊，查某人就查某人，连收水都袂晓。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文，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9节，即个妇人人伊甲即个女牧师的情景是毋真类似？已经安那做足好的代志啊，边仔人有甲嫌无？无一个赞同伊，无一个认同伊，无一个支持伊。甚至甲即个经文最后，连伊的名拢无甲记载伫圣经内底。然后耶稣讲啊，普天下无论去到啥物所在传福音，嘛爱讲起即个妇人人来纪念伊，因为伊所做的是一个好事啦。今日咱有就任式，咱要透过即段经文，咱要过来看，咱伫咧服侍的中间。咱的服侍是毋是会用得到上帝所讲的咱来纪念伊？咱的服侍是毋是互主耶稣看做是极好的事啊？那我今日要用3点来甲大家分享。第一点，耶稣要成做咱价值观的一个试金石啦。这个代志是发生伫咧食饭的时阵。即个妇人人伊安那拍碎一个玉盘，非常极贵气的即个拿达香油，倒伫耶稣的头顶。经文讲，即个香油偌济钱？300外个银仔，300外个银仔是偌济？一个工人吼，一工的工钱就是一个银仔，300外个银仔就是偌济？一年的工钱。咱一个月啦领3万块，即个香油一罐偌济？36万，36万呢，大安尼甲拍破吼！你嘛较差不多咧吼，无你一边抹一嘟嘟啊吼，姊妹咱 SK2 的一边倒几罐袂啦吼，嘿，拢嘛安尼足珍惜，一边安尼抹一罐，哟。即个妇人人一边安那36万的即个香油一边安那拼伫耶稣的头顶咧，所以无怪因在座的逐个人拢讲啥你搭遐浪费啦，那做即个动作咯，开始安那甲批评，甲批评啦，所以咧，兄弟姊妹。到底即个姊妹所做，即个妇人人所做的，到底是毋是真的真浪费啊？到底啥物是浪费？若有疼，都毋是浪费；若有疼，都是安那值得的事情。所以疼是袂使用金钱来去计算。将来无一个父母讲我用足济钱供应我的即个子女去读册。我用这些时间来栽培伊，真浪费。因为咱对咱的囝儿，咱有疼嘛。雅各书的第8章的第7节，伊讲啥？济水袂话灭爱情，大水也袂话淹没伊。若有人要用家内所有的财产来换爱情，的确互人藐视啦。但是这个爱袂使用这个金钱。来甲计算，所以呢，我讲有爱就值得，有爱就值得，没有爱就浪费了。因为有疼，所以呢，咱做任何代志的时阵，搁较有搁较有动力所以有一个台语的留言歌叫啥？蒙阿波目家去有无？为着爱，蒙阿波伊目家去为着爱。寒死死的天，伫下面咧等女朋友，等甲流鼻水，值得啦。若无疼，都是浪费啊。所以疼，就是愿意无计较代价，甚至甘愿搁付出搁较济啊。
我讲这段经文，谁人会耶稣会真做咱性命价值的一个试金石啦。其中哦，侪人要安怎来对待耶稣的这个态度，都显出因的信仰，因对耶稣伫因性命当中的价值观，甲因性命对耶稣是毋到底有咧追求无？这个态度也决定因伫永远的这个画面内底的命运。我讲过，这个妇人人伊的价值观内底，耶稣比这罐36万的这个香油安怎搁较大啦？看到耶稣就甘愿安怎无张图，马上拍破，几罐甲拼伫耶稣的头顶。对伫耶稣的门徒来讲，耶稣对因的这个价值是一个经过计算，甚至是一款的交易。咱知哦，耶稣也未过啊，进前伊的门徒对伊3里外啊，对伫身躯边，因对耶稣来讲有偌济疼，咱毋知。毋过伫福音书内底，互咱看到，因就跟耶稣，因每一个人拢带着一个真自私的一个动机啊。当耶稣来甲因讲，我过无偌久，就要安那受难，互定十字架要死。遮个人甲耶稣讲啥？到迄当时阵，我坐你的正边，好无？到迄当时阵，我坐你的倒边，好无？因想的是啥？因家己的利益啦。伊想要借着耶稣来安那得到权利，来得到安那因家己的利益。因到底对耶稣有偌济疼？所以伫遮我讲耶稣真侪咱侪基督徒，咱的价值观的一个试金石。面对耶稣的时阵，咱的选择是啥物？再来，咱要看，咱常常用一个正当的理由来暗藏一个真错误的一个动机啦。第5节，因就开始对这个妇人人生气。这个生气的原文是啥？就是马呼出来的那个气息。所以伊遮那就咧反映讲，遮个批评这个妇人人的人，完全无尊重这个妇人人的人格，甚至咧骂因骂者精神共款。这是真无客气的一个讲法。因的旨意是讲，你谁那无爱甲这个香油加卖掉来这个经济遮的送用人咧？这个理由有正当无？真正当，有道理无？真有道理。36万一时拍破都无去啊！抹伫头壳顶，啥物意思？你予36万，互偌济送用人，用食足久诶。但是遮个人真诶关心遮个送用人嘛？我咧想哦，迄个妇人人吼，来甲即个玉板诶，即个香油甲拍破，甲真诶甲卖掉36万，来摕来耶稣诶面前讲，哎，耶稣这吼，这36万吼，互你在场所有诶人吼加菜，咱过来去倒位一日游安尼。遮个即个门徒会讲，哇！你即个妇人人用伫阮遮供应阮来食饭，供应阮来旅游，浪费，会无？我想袂呢。所以呢，咱常常安那对因有利益的所在，伊都袂讲这是浪费。当即个代志甲伊完全无关系的时阵，哇，这是浪费。应该真的来关心送用人，我想咱拢真清楚，未必如此啦，未必如此。所以人常常会用足水的话去暗藏咱内底足错误的一个动机。基督徒嘛，常常用这足属灵的话语去遮盖咱内心的弯曲。所以，毋是真的关心遮的送用人，伊只不过是安那。恼羞成怒啦，照着来指责这个妇人人，来暗藏因对耶稣的疼心无够，因对耶稣的认捌无够，甚至因对耶稣
根本无听，因对耶稣的身躯边，只是要得到伊的利益。所以家己做无到嘅时阵，啊那都开始家己做袂到，都来骂人，骂迄个负责人。咪讲啊，你应该去整济即个善良人。阮遮的人吼，阮袂去做即款的拍破玉办的代志，是因为阮要搁做较正当的代志。因遮的门徒伫边仔所有的人都是安尼，因要照着将即个负责人来责备伊，来显明家己有足正当的理由，无去拍破即个玉办，无去对耶稣献出因的疼来。所以这理由足好的，毋过因的动机毋对，无毋对。300外个银仔会用帮衬真侪送养人，毋过若无听，嘛可能变做一足残酷的事情。所以咧，哥林多前书13章第30，伊讲啥？我切使尽所有的来尽济，佮献我的身躯互火烧，若无忍耐，就无得到利益。若无听所做的一切，咱拢爱考虑，咱到底是为着啥物来做？再来，耶稣来讲，伊即个负责人所做的是安那一件好事啦。40到60，伊讲若是耶稣讲出第一啦。即时看到即个负责人互足侪人来批评、来论断的时阵，耶稣就出面来替伊解围，莫甲刁难啦。伊所做的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啦，因为常常有送养人甲恁弟弟，爱好款待因，不管是拢会啦。不管是拢会，问题是因遐人讲，不管是拢咧真济，才会送养人。若是我无常常甲恁弟弟，即个负责人是尽伊所话来做，伊大声甲即个油抹伫我的头壳、身躯来避办埋葬。耶稣讲啥？耶稣讲伊所做的是一个好事啦。迄条文即个卡洛斯的意思就是讲，毋若是对的代志，毋若是一个好事。伊搁比这搁较好，伊是一个若亲像艺术的水共款，若亲像音乐的水共款。你爱用心好好去欣赏，这是无价的所以伊袂使用金钱来这个计算伊的这个价值，袂使讲伊是浪费啦。像他讲伊这是一个好事，两点，这个负责人是。以尽他所能，毫无保留的给耶稣这个没有疑问，伊无少代价来回应这个耶稣对伊的疼。伊看到耶稣，就把这个玉板拍破，一摆就用伫耶稣的身上。这伫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女子，伫个要嫁出去之前你欠钱共款的有钱伊就要相去买香油，甲一拄拄甲倒伫即个玉板内底伊去买一拄用慢慢积积到一罐甜的时阵，伊就用甲封起来。即罐要创啥？要诚做因的嫁妆，除非足无钱，无袂甲卖掉。所以呢，你也进入迄个情境的情景的内底一个女子。足用心的，来存伊的嫁妆，存到尾看到耶稣规罐拢拍破。咱是毋是参像即个负责人共款？咱愿意安尼做，咱咱将咱一生咱所定的即个目标甲咱即要嫁好翁一个足好的一个望，看到耶稣基督拢完全来改变。为着耶稣基督完全来献出，所以咱是毋是愿意拍破咱的目标？咱是毋是愿意拍破咱的期待？咱是毋是愿意咱将家己参像这个负责人共款，完全献予耶稣基督？想到这，我就想到阮台神台湾新人伊的这个前院长啦林龙信老师，大家拢知影伊的故事。
伊是足巧的人，伊呆哲学系读的吼，啊讲哲学系无趣味，啊无来个定考到阳明医学院，考到医学院啊，读到要进入即个病院咧实习的时阵，伊感觉上帝对伊的呼召是伫神学，伊怎放弃神学院嘛？迄个医学院的即个学位，怎去读大神？哦，真做一个传教者。来讲你来讲啊，做医生较有前途啊！哦，做去读神学，去做一个传教者，啊，看起来较无迄个出路吼。毋过即个林鸿信牧师安那，伊决然为着耶稣基督，放弃伊所有人看起来是好的，是有价值的，是应该较有出息的路。伊讲伊的世人要由上帝来用。再来，咱来看，这是一个，谁那是一个好事，因为伊是一个及时无延迟的代志。耶稣讲，这个妇人人是尽伊所为来做，伊大声将伊活活的身躯来备办埋葬。当妇人人将香油来倒伫耶稣的身躯的时阵，咱毋知即个圣经内底无记载，马可福音无记载讲，即个妇人人是毋是知影耶稣伫无偌久要行各个山各个他的即个十字架的道路？咱毋知。不过伊若是知的时阵，我相信这献香油的代志，搁较有意义。伫宴舍内底，甲即个玉板甲拍破，拼伫耶稣的头壳顶。虽然看起来无及时这两个字，不过咱看到伊的决心，伊的决心，无管外口的人安怎来批评，我就是要安尼做。我就是要用安尼来表示我对上帝、对耶稣的听，是及时的。我抓到机会，我就要安怎？我就要来显明，显示我要来听耶稣。这是真重要的。伫马可福音内底有两个安那要用香油来抹耶稣。第一个就是伫即个经文所记载，第二个伫倒位？有一群妇人人，当耶稣死了后，囥伫坟墓内底，透早要去抹耶稣，摕香油要抹耶稣。有拄着耶稣无？无，耶稣已经过外空，迄个坟墓已经空，没有机会了，无机会啦。所以咱常是安尼，一个服侍的人，咱来抓牢咱对上帝的即个回应啊。什么时阵及时？咱想到要好好来听耶稣的时阵，咱就爱安那起来，咱来即个服侍上帝。所以咱每一个服侍的人嘛是安那，咱莫等讲啊，等我囡仔大汉我才来服侍，等我退休我才来服侍，等我欠偌济钱我才来服侍，毋是安尼。及时参像即个妇人人共款，抓到机会，咱就好好来服侍上帝。咱毋知咱阁有机会无？妇人人抓了即个时机，伊为着耶稣的死，伊的埋葬来做备办。想看卖啊，耶稣阁过无偌久，伊就要开始受难。当伊互咱抓互审判的时阵，当伊伫即个客西马尼园咧祈祷的时阵，足艰苦的时阵，检猜即个妇人人抹伫伊头顶的即个香油的即个香味。要成做伊的安慰，要成做即个伊的鼓励。当伊被掠受难，互人拍的时阵，拍甲规身躯总会拢即个都有人的迄个人个配烂。伫即个环境的内底，我想哦，妇人人的即个香油安慰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伊知影有人听。伊知影伊为世间人所做的这牺牲，至少有人会记得，这敢是浪费嘛？到底这个妇人人是几罪啊？最后一个问题，这个用香油来抹耶稣的妇人人是啥物人？有足侪这个女性的神学家感觉讲，马可福音咧写的时阵哦，因为是一个父权主义，伊是一个男性主义，所以伊无留这个妇人人的名。有可能，但是我较相信，我较
咧读的时阵，马可福音会安尼写，无甲迄个人的名来写出来哦。咱知哦，伫路加福音伊讲伊是一个有罪的妇人人，因为伊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愿意献香油。伫约翰福音伊讲伊是啥？伊马大妹妹拿撒勒国外的即个姊妹，所以呢，伊因为拿撒勒国外，伊愿意献香油来报答。毋过伫马可福音来讲，伊完全无讲即个妇人人就是玛利亚，是安那？伊要甲即个空白的位置，迄个留出来，互咱每一个人，咱拢想想，咱能照着听耶稣基督，咱安尼安尼无保留的即个服侍，咱能成做即个忠实耶稣的军队，来成做耶稣所讲。无论去到倒位，拢爱安那讲即个妇人人所做的代志，来互人纪念啦。所以我感觉伊做即个马可福音做水的，甲即个所在安那留下空白，互咱大家拢安那，咱应该在立志，咱来成做即个来献香油，互耶稣的一个妇人人，一个忠实的一个服侍的人。亲爱的弟姊妹。咱有就任式，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我讲过，参照即个女牧师共款，伊甲耶稣有共款的才调，有足济即个能力，但是边仔人共款批评无认同伊，无支持伊，所以当咱即个咧服侍的时，咱嘛有当时咱会拄着即款的代志。咱的心真忧闷，但是咱看到即个马可福音，即个妇人人，伊对头到尾拢无讲一句话，伊无讲话，伊受到真大的迄个委屈啦。但是啥物人替伊讲话？耶稣替伊讲话。所以每一个人，咱来到耶稣的面前，咱咧服侍的时阵，咱两个是咱的性命的价值，是咱能为上帝来牺牲啥物，咱能献上啥物。咱是咪参像即个妇人人共款，献上咱生命当中上好的，愿意为主来拍破。当咱愿意安尼做的时阵，耶稣基督讲，无论甲啥物所在，拢爱传扬即个妇人人的代志。愿咱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拢成做主耶稣所学乐的人，所称赞的人。把愿咱的服侍所有的时间，永远。来献出这个朋友的一个旁边，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照到这段经文你搁再来提醒阮，每一个人阮爱将阮生命完全来献予你，因为你已经拍破你的身躯，来浪费伫阮每一个人来拯救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主，你既然看重阮每一人的灵魂，主，阮应当嘛是安尼来为主来牺牲阮真济的物件。主，阮恳求你搁再提醒阮，愿意伫服侍当中，一切为着听主，一切为着要来服侍主，愿阮的服侍会真做芳芳的济，到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是咱三甲来吟回应的诗，圣诗379首，愿我会哪听你我主基督，请兄做起哩。
头前好无？咱有一位新的长老，照咱长老教会传统接受要诚做长老，咱爱来按立来奉立。你口罩要摕起来，你先来头前，我先来介绍咱这位少年的长老吼。梁明章可能咱今日看见啦吼，后摆叫杨长老吼。伊是先代土木系毕业了，去美国摕你去俄亥俄吼，去俄亥俄摕硕士。其实伊的家族伫咱教会真久吼，伊的妈妈就是王美珠吼，姚妈妈吼。伊的爸爸也真早拢伫咱教会历史吼。上大咱可能无熟悉伊，总是咱拢享受伊伫教会对咱做事吼。咱几年前地下室4楼教会所有改装的这个代志，拢拜托梁明章去处理，甲咱用甲真好势，互咱遮来有即个空间吼。伊即摆家己开公司吼，是即个教会若有即个总务是建筑方面的问题，拢咧拜托伊来斗处理。伊的太太王老师们，即王春凤老师，主日学吼。即个场合应该拜托伊落来，这真重要的吼。伊是主日学王老师，伊是迄个国中的老师吼。也捌做过咱迄个主日的校长全家都很认真侍奉伫咱教会。咱真感谢伫10月30日，咱大家用选票投掉伊，搁进一步来甲咱服侍上帝，服侍咱。我要用保罗写互提摩太的一个大事吼。保罗甲这个少年的传道者，也是服侍者来讲，你心内的文顺，对先知的话甲长老会换手来互你的，你毋通忽略，你着注意专心伫遮个事，互你的进步显明伫正人。做长老。毋茫以后谨慎你本身以及你的教师，常常关心这个事，因为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甲听你的人。即是咱要请伊伫上帝甲咱正人面前接受一种信仰传承的仪式，就是要请伊跪在咱这上帝面前，咱中间咱的牧长、牧师、长老，捌做过长老的，不甲。名誉长老、退任长老，为你方便，请咱做伙来头前来甲伊换手，来替祈祷，也代表一个信仰的传承。所以咱在座已经做过长老，请咱方便的时阵，请你来头前，咱来甲伊按手。请咱兄弟姊妹，我爱用祈祷的心。咱做伙来替祈祷。之前爸，阮感谢你，伫逐世代呼召平凡还未完全的人有欠缺的人来成做你的奴仆，成做你的奴婢。今仔日你借着教会选举，呼召杨明章来成做阮教会的长老，来治理教会，来引带正向弟姊妹行天路，恳求出你对顶面享受智慧、聪明、能力，你的侍奉的中间，互阮看出上帝疼，你的恩典，毋但伫伊的身上，也伫即个。一通若要活，请你这个即是我要请即届新选的长老吼，胡宗义甲这蔡勋田长老以及4位执事，咱做一摆来设立吼，请咱来头前，迄个杨长老，请你来头前吼。
执事也，请咱4位执事，毋知到位未？咱做一届来誓约，好无？4位执事团结首长，请等一下吼。咱来熟悉咱的长老吼，完了拜托咱先活一个，好无？吼咱来拍拍欢迎咱杨长老吼，吴忠一长老、蔡顺典长老，咱4位执事是戴任宽、赖玲玲甲张慧瑜，素伦今仔日无来吼，赖素伦今仔日无来，素伦咱可能搁另外找一个时间来请伊补上啉吼。好，多谢，请恁问面对我吼，我要来问请恁来使用吼。这碟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名组织，直接要设立恁来做南门教会长老甲执事。伫旧约的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的时代，也设立智慧长老甲执事来侍奉上帝，帮助牧师三甲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执事的职务是要三甲伫遐来访问身体欠安的鼓励灵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范。若是有交代，会通代表南门教会同会去参加中会甲总会，督无整体教会的发展。这时，请恁回答我要问的问题。当恁要领受长老甲执事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调明也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做你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你要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盖亚圣经，以及台湾长老教会信仰的个别也无？恁有欢喜做南门教会同会的长老甲执事，是着忠诚尽职来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佮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归荣光伫上帝。恁有诚实要遵即个意思，尽力来行也无？长老教会是起做伫上帝的话，你有肯降服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法规也无？今日姊妹，这是会友要誓约吼，因为这是咱选出来咱原来伫上帝甲伊面前来誓约，请咱起立。如果是南门教会会友，请你起立我要问这个问题，请您来回答。恁已经有经吴忠义、蔡顺典、杨明章做恁的长老，戴任宽、赖玲玲、甲张慧仪做恁的执事，恁有欢喜要接纳因也无？当因照法度来治理教会，恁就欢喜承受来顺叹，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弟兄兄弟，恁着敬听因、体贴因，时常来替因祈祷。因为着咱的信仰的生活咧着磨，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伊，互因会通尽长老甲执事的本分。恁大家有誓约要安尼行也无？最后一个问题，关系保持南门教会的特殊，如果这个团体有失错，若有做了无好势的所在，请恁通知小会来设法，毋通四过去报扬，地界妨害上帝名声以及大局。请问兄弟姊妹，恁愿意安尼行也无？做伙来祈祷。主愿感谢你，呼召愿即几日同工来侍奉上帝，也来服务阮众人。主若阮拢知影，阮家己的真无完全，阮领受即个重责大任，阮需要上帝你主耶稣基督保卫掠砍阮的无完全，甲阮的罪。阮需要圣神的气力甲智慧
来帮助阮尽心伫所交代，成做一个好佮尽忠的奴仆，互阮会通亲像今仔日阮所领受迄个将家己的玉板拍破，迄个妇人人所做水的代志，得到上帝你会接纳、欢喜、称赞。求你听阮的祈祷，特别甲南门教会所有中职侍奉的人三甲伫咧，阮将教会以及头前的道路，阮这中职来仰望伫主你的扶持帮助的下面，互阮哪行哪有气力，得到你的欢喜。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来请恁先回座一下吼。这是来请咱各团体已经有开年会吼，已经有选出中职伫明年度要甲咱服务的这时若有伫在场的咱的主任的校长，还是拜托赖玲玲校长请来头前吼。少气的会长是陈响恩，唔知有伫遮无？响恩，请你来头前吼。来我先互大家认识少年团结，就是咱的这个高中国中的同学。青年团结廖恒安是咱的大学生的团结吼，廖恒安。咱的基石团契是潘淑华吼，潘淑华伊就是咱的基石团契新选出来的会长吼，石伯刚的太太吼，磐石团契是李梅新执事吼，妇女团结陈秀玲吼，服务团结佮拜托王公亮甲连玲姐请来头前。献歌队队长李慧娟。咱有看一寡旧面孔啦吼，因为因拢爱留校查看，咱旧年吼超半年无聚会吼，所以大家感觉讲恁做无够，所以佮留落来吼。这个是咱这个团结的会长吼，伊要来个服务咱的团结，请恁若翕相了，请恁活过来，恁原来爱有一个誓约吼。这时恁要领受主日学、少年团结、青年团结、基石团契、磐石团契、妇女团结、夫妇团结献歌队的领导者的职分，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调明也无？恁要领受这个职分，恁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有约束要安尼行也无？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门同会小会官兵，设立你做本会主日的校长、少年团结、青年团结、妇女团结、服务团结、献歌队基石团契的会长，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尽力伫主的工，尽力来做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愿上帝平安、能力，甲恁三甲伫咧，请咱用拍拍来欢迎因来做伙。好，头先上任的中就咁新任的，请会当方便过一届来翕一个相安尼吼，新任的就好吼。咱的长老技术拜托恁转过去就2排，请张牧师咱做伙伫遮来翕一个相一下吼。执事共款，执事若伫内底，已经伫内底。这是咱的团队，望伫因的侍奉中间，咱南门教会哪来哪诚做耶稣基督荣光的肢体，诚做一个福音的灯塔，诚做一个真疼的团结。咱大家选任出来，请咱定定伫祈祷内底来孝念。人拢有限，有时有脾气，有时会失措，有时有情绪，
请拢伫主的厅内底来包容，互相提醒。上主要是，阮侍奉上帝，毋是干那靠咱的才调，爱需要上帝圣神的帮助，甲逐个人的支持甲带导。请咱为着咱的中级才会团结的侍奉者，包括团结下面还佫足侪委员，咱来为着因祈祷，毋茫伫因的侍奉中间，互咱真正咱安那亲像基督。多谢咱大家。即时来奉献，咱请保塞技师甲叶宏宇技师来协助。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较济，这是我来报告。咱伫10月31日所召开的临时会会，顺利选出长老3名，技术4名，经请省略长老中选人吴忠义、蔡顺典、杨明忠，技术是张慧茹、赖淑伦、赖玲玲、戴仁宽。今仔日已经就任，的任期是4年。今仔日的就任式了后，请咱郑会友用祈祷甲全力的配合，来顺服上帝所呼召出来的工人，带领咱同行天路。第4点，今仔日礼拜后，请神巨人的中级留落来参加参加中级会第6楼的会议室。第5，咱伫后礼拜611月20日上午9点半要召开2022的教会事工研讨会，请咱各团体甲各组会当紧提交事工的报告甲新年度的计划予办公室。第6，圣礼典，咱伫12月26要举行圣礼典，若有志要洗礼的、献信礼甲幼洗的兄弟，也是转职的兄弟，咱伫楼骹的招待道会使摕申请表吼。那洗礼的兄弟爱参加4礼拜的祈祷真理的班。第7，圣诞歌已经开始咧定，兄弟若要送互亲友，会使伫甲办公室甲黄干事登记，登记的日期是到11月28截止，吼。团契消息，后礼拜礼拜日2日，双联团契要举行12月的例会，要选出
每年度的干部，请相连的团体踊跃参加。教界消息、大岛的事项以及奉献的资料，请咱大家伫周报内底家己来过目。若有错误的，到甲办公室来更正吼。咱三个做伙来唱上营399首。起立。万象主大进来，迎点你心内，主的点为是叫，甲你应同在，我主应更陪着你，应主必款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真实，高迎世代，万象主带进来，应点你心内，主的甜美是叫，甲你应同在，我主应更陪着你，应主必款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真实，高迎世代。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闭会。